特朗普又再炒作中國干預選舉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喺香港時間17號發表全國演說，表面話要公佈證據揭露真相，實際上只係一場精心編排嘅政治戲碼。特朗普今次演說矛頭直指中國，再次炒作所謂中國干預美國2020年大選嘅指控，聲言中國竊取2.2億份選民檔案，操縱選舉結果。呢套講法聽起嚟聳人聽聞，但係只要睇下佢公開嘅所謂情報文件當中嘅漏洞就一目了然。最核心嘅事實就係份文件根本揾唔到中國干預美國選舉嘅實質證據，文件中最多只係提到中國曾經考慮透過影響輿論去間接左右選情，只係宣傳層面嘅評估，同直接操縱投票、偽造選票完全係兩碼事。特朗普刻意將考慮偷換成實施呢種邏輯嘅跳躍，根本經唔起任何嘅推敲。所謂2.2億份選民檔案嘅講法就更加離譜。美國有相當一部分嘅選民登記資訊屬於公開資料，政黨、競選團隊、研究機構都可以合法獲取，有啲甚至可以免費下載。攞到選民嘅聯絡資料同喺選舉入面做手腳去改變結果，係性質完全唔一樣嘅兩件事。特朗普刻意模糊兩者嘅界限，目的就係製造一個聽起嚟足夠驚人嘅數字，令人產生被入侵嘅恐慌。呢一套中國干預選舉嘅指控，其實同中國本身關係唔大，講到底只係美國國內政治博弈嘅工具。每當美國面臨選舉壓力、社會矛盾激化，又或者有爭議嘅法案喺國會推唔到嘅時候，搬出中國，製造外部威脅，轉移視線，幾乎已經係固定嘅劇本，今次都唔例外。特朗普真正嘅目的係為嗰套喺國會一直推唔到嘅拯救美國法案造勢，同時為共和黨中期選舉鋪路。中國自始至終只係佢哋國內政治表演入面不斷被利用嘅道具。